会怕，你说是不是？家长还要抄计程车的车号，还看看这个驾驶是不是面目可憎，还是面带慈善，说不定是假的，心毒冒词也不一定哦，也会上当的哦。一防不胜防呢，所以我们都是治安恶化下的受害者。我记得前几年不是有个很重的命案吗？彭婉文命案，对不对？各位都了解啊。你再高的地位都是一样会受害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，要懂得这个鬼神祭淫的道理。各位有没有听过？鬼神祭淫，你没有听过吧？这是一句成语啊。鬼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。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尸神，我们的肩膀上有善恶两部童子。各位可能对三尸神可能不甚了解，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到三尸神，说三尸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凡是人的心口意语啊，总是瞒不过三尸神的嘛。三尸神每到了庚申日，你要去查农民历就知道什么叫庚申日，每60天一次叫庚申日，也就是天神决断人的善恶的这一天。这个三尸神啊，就趁着我们人啊在熟睡的时候，与身体中的气魄啊，就上天去了，跟玉皇大帝报告啊，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，心里面想了什么恶念，嘴巴怎么讲了什么坏话，全部报告一五一十，不折不扣。当然他想给你加重一点是不太可能的，想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的，就不增不减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上尸神就是上尸神、中尸神、下尸神，叫三尸神。上尸神叫做彭巨啊，它居住在我们人的头部，叫上尸神。它会令我们人啊多思考、多欲望，使得我们的人的眼睛昏花、头发掉落。中尸神呢叫做彭志，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的肠子里面，它会使这个人啊喜欢饮食多忘事，而且喜欢做坏事。那下尸神居住在我们的脚部，名叫彭敲，它会令人这个好色，喜欢杀生，使得人的手脚四肢、五脏六腑啊扰动不安，坐立不安。这个我们考究三尸神的所作所为，他目的何在？他总有目的吧？各位了解吗？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人啊拼命做坏事，多造一点孽，他好早死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说算尽则死嘛。一个人坏事做多了，他的寿命会被减寿夺算、夺计，甚至夺计是12年的寿命，夺算就是100天的寿命。犯大的就夺计嘛，犯小的就夺算嘛。这个都是神明在帮我们算的，就像减寿都不知道啊，减到最后就算尽则死了，就早死了。你看那坏事做多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他活不到老一下子再见了，10几岁就再见了，20几岁就再见了，不是被车撞死就被人杀死、被枪打死的，多得很啊。你看所有的命案里面，就是所谓的算尽则死啊，自己没积德，坏事又做的不少，还不承认自己在做坏事，那就下去了。所以三尸神的目的是要使人快的死亡，他们好出去做鬼。做鬼的目的何在？你看那个我们不是初一15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过节过年啊，拜什么血食？现在拜祭都不懂用鲜花素作为鸡鸭鱼肉，用血食的供养这些这个邪神邪鬼。三尸神出去就想做鬼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人家对他血食的供养，他享受这个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当？不能上当啊！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三尸神的话，更要谨慎小心了，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。你想什么念头，动个邪念，他都知道。人的身口意语，所有的鬼神子里面，三尸神最清楚，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听都没听过，不说不知道，
多的吓一跳，你说麻不麻烦？